鼓勵大家咧要將自己產品化，揾到一兩樣令你好有熱情而且你精通嘅嘢，成為你嘅產品，成為你嘅生意。而且呢個生意係冇人同你競爭到嘅生意，因為你係呢個世界上獨一無二嘅存在。如果人哋要去複製你自己嘅話，其實係一件幾乎冇可能嘅事咯。作者都俾我一個好震驚嘅佢自己嘅做法，非常之睇重佢自己嘅時間，佢個專注力喺邊度啊？佢好初期咧已經將自己嘅時薪咧 set 到好高啊，$5000啊，係講緊10幾20年前咁樣 set 咗自己嘅時薪噶。做一件事係可以揾到一個人係平過呢個時薪去完成嘅話咧，佢就寧願將佢判俾人哋做，而唔係用自己嘅時間去做。相信自己係好有價值、好值錢嘅人。而第二個態度就係講判斷力嘅重要啊。好多嘅大公司咧，佢哋會使可能上億嘅美金咧去請一個顧問啦。當佢哋遇到一啲重要嘅決定嘅時候咧，佢哋會問呢個顧問，顧問所決定、所判斷出嚟嘅結果咧，會絕對影響到佢哋咧賺到幾多錢嘅。如果你每一日都係埋頭苦幹，所有嘅時間都係做緊一啲價值比較低嘅事項上面，其實你變相係冇咗空間同埋精力咧去思考乜嘢先至係你真正重要同埋應該做嘅嘢啦。作者係鼓勵每一個創業啊、開公司嘅人，你嘅生活真係要休閒啲，你嘅腦一定要停落嚟休息，你先至會發揮到更加多嘅創造力嘅。包括咧 Microsoft 嘅創辦人 Bill Gates 啦，佢每一年都會有1個星期嘅時間咧，自己一個人匿埋喺個木屋裏面去思考咧佢公司未來嘅方向。第三個，去建立一個閱讀嘅習慣啊！只要你有興趣嘅都可以睇，唔係一定要睇咧財富商業類型嘅書嘅。我以前咧1年都未必睇到1本書，而我呢2年咧自己真係好努力咁樣去經營生意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好中意睇書。原來咧呢啲書係寫咗咁多人咁多年嘅智慧，所以我自己從中咧都學到好多嘢嘅。